所以来关心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早起呢发布新增加10个确诊个案，搁加10个啊，总数已经到373个人确诊啊。10个个案内面，其中9个是境外移入的，1个是本土的。本土的个案敢若4岁尔，是进前确诊个案的孙啊。伊所读这幼稚园呢，因为安尼停课2礼拜。同时呢，这个年假期间，各大景点出现真侪游客，指挥中心除了讲发简讯做提醒以外，提醒讲11个景点千万唔通去。即马佫宣布讲，去过这个所在的人呢，甚至去过其他人真侪所在的人，要自主健康管理14天，避免出入公共场所，尽可能伫厝内上班。煞来5月7，这个5月的年假要安怎防疫，就看疫情才佫做调整。年假期间，敢有收到简讯？指挥中心提醒民众，唔通去垦丁、阿里山11个人侪景点。敢若是简讯提醒也无够，拜一上班，指挥中心特别提早开记者会，宣布年假期间去过这警示地点，拢要自主健康管理14天。是要做所谓弹性上班跟异地上班的规划。有症状的时候，先不要上班上学。除了佮强调保持社交距离，伫厝上班，避免出入公共场所，嘛要注意消毒。但市长讲，其实只要到人多所在，都应该爱自主健康管理。同时，原本是下晡才公布确诊个案，目前已经确定新增加10名确诊个案，9个境外，1个本土。本土案例是进前确诊案，356甲343的孙仔只有4岁，是亲密接触者。这2位是从就是从356传给343，然后这个365是这2位的孙子，那再传给他。目前嘛，针对公投进行疫调，外界非常担心年假效应，敢会有更较侪确诊的个案，未来2礼拜是关键。